路嘅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天。今日要請到咧音樂好朋友，優秀嘅創作歌手翁子軒來到節目當中咧，有新嘅專輯，韓國新嘅大型嘅音樂會，好好推薦俾大家哦，細細嘅分享機。Hello， 子軒。觀眾朋友好 ，Rita 你好，大家好，我係翁子軒，我又來咧。你係係專門家嘅概念啦。專門家。只只來是動親切。係，特別來是有新嘅咧發通，新嘅專輯同大家分享哈。係啊。呢一排食材當沙皮誒，讓嘟嘟電日本進來啦哈，喺個青島地方，你啊無論係金曲獎嘅表演啊，哇，本大家笑，哎呦，翁子軒有冇強樣了？有按摩hand了。恭喜恭喜恭喜！誒，當然唱了2年哈，變化動態，轉到故鄉去帶，本來係異鄉人啦。你下轉到故鄉咧，好，所以你下係咩有最新嘅啲演唱會，先同大家介紹一下。哦，你禮拜做一隻音樂會，叫做雙響，啊，不過雙響係你專輯嘅名啦，所以禮拜音樂會因為你係3品塊嘛，3線品塊，啊，其實本大家有一隻印象是係你老立昌有關係啊，立行有關係。所以禮拜你嘅音樂會就做 Voyage 旅途愉快。哎呦，做乜大家搞到歡喜哦！新歌加精選到你新主人嘅演奏廳來做你嘅專場咁樣。係，所以你下節目播出嘅時間，我總得講趕快上兩廳院購票，因為票賣搶咧，恭喜咧！就我那天看到也很驚訝，本來還想要推一下，就看他賣完sold out了，可能有心人士操作。哎呦，該加衝了。不過你係咁樣啊，因為禮拜你咪差唔多有2-3年冇到新竹做。你音樂堂嘅表演咧，所以禮拜其實咪係嗌爸爸媽媽咪好啦，大拜你嘅表演，爸爸媽媽就動員嘛，就叫親戚買票啊。我本來也買了一些票要送朋友，就後來沒有他們都跟我們買票，所以後來就後來是動家啦。其實本來做你買票表演是阿里嘅動態，不過禮拜你朋友。本你嘅鼓勵動多，所以買到動好，你咪準備到動上網，都該準備你嘅表演啊！哇，非常期待哦！表示講呢幾年啦，哈，所做嘅努力，大家都有看到，咪非常嘅肯定哈。其實子軒差唔多係2年前辦轉你新竹嘛，你係帶新竹市，我係竹東，所以你算係咧新竹市嘅客家鄉親。係，其實東英講新竹市客家鄉親東少啦，不過其實你本身新竹市撈你新竹人嘅關係是東區嘛，所以新竹市係一家市場推背安樣啦，一個。冇計出圈啊，大家生活窮下。對。所以後來要當到可能竹東嘅鄉親啊、北部嘅鄉親啊、虎橋嘅人，佢哋未來新竹走條路是到呢一片大下來從嗌媽媽竹北人嘛，竹北鄉人，所以後來新竹市其實要當到嘅客家族群，佢哋係當隱性的。啊，雖然他們的換算就是有1/3是你客家嘅族群，不過後來對我來看係你轉移新竹家鄉來做到，然後客家有關係嘅事情是本你嘅鄉親持到你嘅客家人當共用，所以我是有一隻想法，有一隻興趣是轉來家鄉來做，用表演咪好做到好有創意方式本大家來看你客家新嘅東西。係，因為我哋講其實地推俾大病吼，譬如講提一張專輯有講到轉移故鄉嗰種心情嚇，不過你啊真正轉移嘅嗰種心情，聽出係完全冇共樣嘅。係啊，我知道係咁樣，我老當到朋友分享是，可能你帶到一隻會所，從你嘅家鄉，你大家成年你冇見過你嘅家鄉嘅係一隻樣板嘅會所，一個怎麼樣嘅樣貌。不過你離開家鄉，你冉冉看去。你所以起頭當到你中意嘅會所那個家鄉的面貌、家鄉的樣子輪廓就很清楚。所以對我來講，呢幾年係你可以特別轉去新竹，一隻感覺是重新去熟悉我嘅家鄉啦。因為其實我離開家鄉咪12年前離開家鄉，帶到特別
你下转去其实你下变化的动家，你在上时咪变到动模强用，所以应该转去提家做的事情是熟识强用做可能走近我朋友，做一份做下去应酬的朋友，所以有很多的在认识这个城市都用不同的方法。我对我来看是有一家动模强用的想法，是因为本来你做动作事情是推背款了在猥琐，我你下转去是了在猥琐转去款。转移款爱写一些大猥琐，然后又带着别的地方的心情离开了台北的角度，再看自己的家乡，我觉得很多不一样的感想。这个地方像是我的第3个地方，比如说我从家乡离开到台北，台北回去到家乡，可这个家乡跟我小时候的家乡无共融了，很熟悉又不一样。我都有感觉呢，因为我上早平常样转移款啊坡哈，喺内地新竹嘛，我8几到差不多大新竹，我转移时间。共用的路线，当然开了共同也請到新的路。韓國頭擺喺通惠屋卡蜀北阿北蜀北鄉地接埋屋卡，我咪知道講，細是想可能航路是好高，我理下看，甚至冇共用。當然一方面咪知道講愛睇咧，一方面一般像知道自己係台北人，因為大未係大話超過10年咧。就個轉移，你一本來成日無卡，個啥冇共用，所以有一種當反應要當上嘅雜個去話圈嘅，因為要都有上分咧。像我係新竹嘅東門國小畢業嘅，從上個禮拜記得是繞牆來轉去校慶，那款該操場，那是覺得操場怎麼變得這麼小？應該有可能你也問着。我就站在那個司令場說，不對，以前這裡好大，走過去好遠哦。然後，所以我慢慢的感覺，從 N 的加強寫這些款，然後 N 台以後款機，每一家冇強嘅想法所以我想，當然轉到加強，就個去辦了上興意了，2-3年來台慶的音樂會哈，啲啲貴州音樂會嘅了設計一天上嘅大本大家全新的感受下。因為禮拜 N 係新歌。然後 N 的 Q 的作品強下來做進弦，所以你下 N 其實應該動好的銅管樂的樂器，所以應該其實是耀強小鄧我們很熟的這個樂手，佢就又準備4個的管樂手跟我們的樂團孟子軒到三賓館強下來合作，所以其實大家會聽到 N 的作品係要加到動。可能異鄉人該種作品沒有動到銅管的音樂的詮釋，所以新的音樂會其實我們準備的歌曲也很多。其實我還怕準備太多歌，對，因為其實你下觀眾佢哋看表演，其實口味已經變很重了，又有視訊又有字幕，現場可能又要有周邊商品了，動到冇強容了。不過 N 禮拜是準備的係動。都係撈音樂有關係嘅事情，所以準備歌曲動到啦，聽到都驚人哋鄉親坐下來是冇耐心。唔會記得唔做嘅啫，唔做做，哎呀提哦，這樣最好啊。本大家要擺糖過年啊，所以呢一擺其實你理下講之前攞產品塊有5個人，好有問題嘅5個人嘅樂團，韓國加4個銅管樂手。到 N 禮拜音樂會 ，N 會做動模強用嘅表現。所以你咪係動態棒嘅，加上一旦咧汪子軒佢發條嘅呢一種音樂風格，加上呢個樂到底要埋新嘅火花呢？當然已經票賣睇啦。不過肯定老大家講係哪年哪號呢？N 嘅音樂會係到11月嘅24號。到 N 新竹染的演奏廳，新竹縣文化局的演奏廳哦，做 N 禮拜的 Bon Voyage 旅途愉快音樂會。好，是下兩禮拜嘅。兩禮拜。好，冇買到票嘅人，咁要咪個直播了到。冇買到票嘅觀眾朋友，其實 N 禮拜有撈客家電視台有合作，所以可能夾咗嘢以後，大家會看到轉播。好，當好，所以大家肯係當期待啦，哈。好，等下下到轉來呢，繼續同子軒同大家分享佢新嘅音樂創作哦。
想到福气来嘞，今晡日创作歌手汪子贤来到节目当中来分享，甲头前讲到佢俩专场的俩演唱会哦吼，票卖抢了，恭喜俩礼拜才同大家见面咧。当然大家系当上会听到俩新歌啊，所以你还要请子贤来分享新的专辑呢，按照上香上戏故乡。其实係因為大家愛看到天書啊，當到政治人物啊，佢哋會離開台北去披薩會所去宣傳的時間，介年佢哋其實會講馬莎下鄉去那位就下鄉。然後有一天我在家裡的電視看到這個的時候，我已經回來新竹了嘛，我就在想這個事情，為什麼離開台北是變做下？一方面係咪因為台北下啲貴州台北係被偏？就我覺得它可以往，它可以去，可是它會用下，所以我就覺得係啊，可能一家可能佢哋去宜蘭去花蓮，佢哋沒會用下鄉啊，他們也會用下鄉，所以我覺得反過來想這個事情是，如果我今天是一個已經回鄉的年輕人，那我覺得。我要講一個返鄉後的事情，回到鄉村，回到家鄉，那這件事情應該是一個向上的事情，我才值得去做它嘛。正面哎，對啊，它哪好哎？哎呀，所以應該是對我來說應該是上鄉。如果是在地方已經住在這邊很多年的人，如果聽到別人說從台北要來這個地方，都說我要下鄉到哪裡，下鄉到新竹，我就覺得聽起來很奇怪。對啊，為什麼你上我下這樣子？所以應該是想誒。電腦過來啊，講一家那種專輯是會合作啊，上鄉。那上鄉它有很多的諧音嘛，比如說上等鄉村啊，然後那個喉嚨尾又有熊胖啊，然後就有很多的諧音，我就覺得我們來用這個名稱，然後來講一些講到你家鄉的事情啊，上班當神奇，所以人家單場專輯的名額是有動到想象的空間哈。人家上有係形容詞，咪係動詞，好動很有意象啊樣。呢下是因為你呢個專輯是係其實對我來講轉去家鄉以後，感覺心情變得好聽啊，好聽聽。所以我這音樂你今年寫的歌曲音樂咪好輕鬆。好慢、好輕、好新聞的感覺，那心情有關係。所以經歷了以後是又動都沒寫到你家鄉的事情嘛，返鄉或者是鄉村音樂。其實我這張專輯裡面就做了很多跟鄉村音樂有關的嘗試。比方講，我以前就也很常跟人家講說，為什麼我們講說鄉村風、鄉村音樂的時候，我們的聯想都是美國。因為鄉村風動態台體係農場啊，是鄉下當自然的景觀。但是比如說，我如果今天跟一個設計師說，我想要今天家裡整理鄉村風，他不會幫你整理成台灣鄉村風。所以應該是都動身起係你可能你帶到台灣，你款鄉村的感覺，讓這個名詞其實它有很多的詮釋。所以這張專輯我想要放很多的不同的，包括音樂上的鄉村風。我們做了很多的鄉村，還有比如說我自己返鄉後的這種心情，就算我回到舊城區這個地方，它其實也不是一個熱鬧的地方，它其實也是一個某種大家印象鄉村的感覺的地方。然後再加上就是我們去馬來西亞的鄉村，我們也錄了一些當地原住民跟客家莊的聲音，跟為那邊寫的歌曲。所以兩種專輯係寫下起來是係或者上鄉的感覺，就是各種鄉村的想象，包括美好的鄉村、返鄉，還有鄉村的寂寞。哎呦，鄉村的故事呢？有時候，講到呢個故事，我先來點一條歌曲，本大家先來聽下，搶先聽哈。按到鄉村老太，可是上一節家喲。咁唔係啱嘅故事。唔係啱嘅故事。因為我轉去新竹有一團事件啊，那是好友事件到天順西路彭順款觀察，那應該是許多到中校，現在講莊下應該莊上，在那個鄉村地區啊，就是你會看到很多那小火車、小貨車啊，常常就在那個
乡村里面那种蓝色的小火车在转来转去，然后有的人他一辈子待在这个乡村就做一个小工，然后我常在想他们的心情会是很寂寞的，因为比如说本来你的乡村地方你有母语，你有你的客家话，啊亚欧也没讲客，不过俩可能亚欧没错嘞，你就是讲客家话，你讲的不标准，也没有人会管你了，就这么寂寞，然后一直想要离开家乡，又离开可能只有半径10公里。然后又回到家乡，又离开，又回到家乡。我觉得那种心情是很寂寞，而且是台湾的乡村的某种切片。所以我觉得我很想把这样的歌放在用乡村音乐的感觉来写。乡村音乐台底谈起来易轻松，可以轻快。不过我家他们内容其实该係因女性遇到故事嘅，本大家來談談。好啊，好。鄉村樓台。鄉村樓台。我也愛故事啦，愛摸。我常常來，我出去都去很遠，對，我去都很遠。天港的碼頭，30度嘅天氣，很多火車人嘅調時早都愛嘅無講，唔得講，就有了每張圖。再也沒去歸在人生這路衝着，因為是夢想轉落寞，咋個轉落寞喊那是夢，一直在轉老鼠飄飄動動，2、3年誰喊也沒聽錯，落太陽是帶了種啊。天順路航千萬百，甲甲林沙手相相每擺歸來心酸酸。我要坐上了愛嘅小火車，離開了這歸途無想待嘅地方，也愛無吹咧，講下唔當也無爭，喊你雙手配愛中阿公，也不准天港嘅碼頭，同樣嘅空氣流同樣嘅水銀，我嘅小車。開始加速，時時都一把離開了你。因為是夢。想轉落我，咋強轉落我，喊那是夢。哦，鄉村樓台好聽咧，縮短了一點點。哎呀，你呢個曲好，萬萬別別，圖大家來到哪位呢？其實是一直在講講是鄉村樓台啊，唔係。小弟，它是老弟，老太是你有段時間你糖都散過啊，叫做發語詞老太啊，所以叫做加下你有糖多你副歌用你散過字來唱一隻感覺，所以我知道係一隻當羨慕嘅心情啊，對安樣嘅音來講，鄉村的對鄉村的凋零。對他們來說是很寂寞的，所以你還有返鄉的經驗啊？你是還返鄉的經驗？我是快樂的青年。你還越來越多你在思考呢件事情。其實像你倆講到政府卡哈，體重專線，政府卡嘅路嘛，政府嘅路，體重異鄉嘅到見你變成轉鄉嘅人哈，雙鄉嘅人。你一連串吼，你真緊轉移副卡咧，我像你點係我當排風嘢。我未去到未當盛氣，因為本身做專是係新鮮嘅感覺。不過，因你嘅音樂老
因你的乐团咪好，因你做从老爱听爱音乐听爱强下来变老变态，所以有的人可能去写的歌曲是全部系写本20年岁人读的，不过像我的歌曲我做事，我的音乐听爱老啊，所以我现在的音乐做比较多，就是我现在返乡后的心情，所以很多人在讲返乡青年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返乡以后呢，后面要做什么，后面要怎么生活，后面生活的样貌。所以对我来看是没以后啊，因为世界很大，人生很长，就有很多不同的尝试。现在3部曲嘛，回家的路，想要回家就写一个回家的路，在异乡漂泊就写一个异乡人，返乡后又上乡送乡。哎，啥下来呢？声音都抬嘞又搞不好我又要离乡，唔定啊唔定啦。啊，那就安幸福诶。我咪就讲，当然看到你转去家乡以后，老夫卡人，哈，无论你也系讲人不一样哈，老夫卡人都很啊，接近呢，所以嗰種心情，我覺得有幸福嘅感覺，咪係本意就像喺家庭上，好貴家對音樂影響係動態。其實因為你轉去新竹嘛，我西昌佬平因為分享是，因為可能你新竹出世，我的聲音都特別出世，然後我是起到台北人好像沒有故鄉，就是只有台北，可是台北又是全台灣人的故鄉，所以我覺得有點可惜。我覺得如果我小孩在台北長大一輩子，那以後我的家鄉離他就越來越遙遠。哇！所以在這個年紀就帶他一起回家鄉，從來是窮下來送窮啊！哎呀，要當用心，要感受到咧哈。所以所有朋友談到都感同哈。等下到轉來繼續來談之前，轉到故鄉，還做動神奇的事情呢。大家聊一下，繼續轉到不起來咧。轉到福喜來咧 ，Rita 啲呢一節嗬，一開始是係日本愛文呢個唱歌之前啦，今日把音樂會嘅主題，希望大家搞到快樂嗬。你係 Bon Voyage 嘛 ？Bon Voyage。嚇，也希望大家搞到快樂。咁請問大家去旅行注意了，一天二趟，往之前那3品塊乜嘅歌曲？內山公路。內山公路。內山公路。等下連3門基本講差唔多30條。30條，全部都是他的。全部都好聽哈。好，內山公路呢一排音樂會唔會唱嗎？會唱。哎呦，有新嘅變化。黑秀辣介秀嘛。係啊，是因為兩條歌曲未係 any 新專輯沒發表。哦。其實大家都以為這首歌已經好像在哪個專輯出現，都還沒，還是我的新歌。所以今天一走巡迴又唱。我們巡迴的時候很常會，大家會邀請我們唱。我回鄉的時候寫的第一條歌。哎呦，第一條歌係咧內山公路。當起台，該理下啲先做嗬，是才東發條。來到先做師生會看到，之前來咧，之前嘅表演咧，真嘅大家講理下啲啲先做，之前要就尋找浩南，你哋東門時從你要變成嘅提盤自娛咧。是因為我一開始轉到新竹我家鄉的時節，其實我們是這樣想哦，就是很多人想要回到家鄉去，可是其實找不到切入點。比方講，你可能走條路走退唄，你轉去以後，你本身好，你想要學樂器，但是你熟悉的樂器行也不是那樣子了，那其實你找不到，你的人脈要重新建立。可是家鄉其實本來就有人已經在做他們自己在做的事情，所以應該是其實Annie是去交朋友啦 ，Annie是都那是唐英講，你下新竹的東門市場，東斗後上音聚集在一起的地方。一開始有人跟我講說那邊是烏托邦，我就覺得烏托邦，然後我就很好奇，然後我就常去那邊，比如說那邊有很多酒吧啊，或者那邊小吃店特色小吃，所以就去認識了一些朋友，發現裡面很特別哦，有做社區營造工作的人，有開樂器行的人，然後也有做手沖咖啡，然後還有在辦音樂季的人，什麼都有。
所以应该是起了改编动身去，所以应该是都改编有一家工作写技法，老撇沙来合作，所以 Annie 是去年的时间，今年的时间哦。讲好像很久了，今年的时间是都改编进驻在那边，黄子轩与三品快工作室进驻那边。我们新的工作室叫做 Rec and Life， 就是 Rec 就是有点记录或是录音 ，Life 就是现场或是生活的一部分。然后今年呢，就我在那个市场，因为市场很多的那个铁皮，还有那种铁卷门，整片很像那种香港的那种场景，所以应该是又老朋友讲。应该想会做一家戏，环境剧在这边。我想要做古惑仔的环境剧。都是还新竹哎。那大白是臭头改编是九的时间是起头好像电影的场景。灵感是来的系吗？系啊，所以该东西有一家今年是有一家朋友给到做新竹市的一家导览的计划。所以导览的计划，他就要去介绍东门市场导览。所以他们就找我说，我们这次不要那么自私的导览，我们就用这个戏把我们新竹的这个东门市场来介绍一次。所以我们就等于是在地组了一个新的剧团，然后做这个环境剧，叫做《寻找浩南》。那观众就有点像玩生存游戏一样，他们就会变成这个帮派的一部分。他们就一关一起闯关。对，他们就有一个地图，然后去认识这个市场，然后去那边看这个戏。然后我们这次收到评价非常好，就是前3场刚开始做，大家不知道黄子轩在搞什么。真的，我回去做这些事情，第6期的要买东西款不是要宣传也不容易。有的是做完3场以后，前3场也都满了，然后再加开1场的时候，就很快就立刻就收啊，我们都不用宣传。所以在市场现在我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传奇人物，小小的扛把子是上嘞，扛报纸。你安样谈起来吼，我动皮肤，因为我想动生气。但是讲你深入去了解，好，除了做了所谓的行动剧场以外，哈，还会做天推。好，用半年又会做天推呢？其实我这样想想，我好像很会惹是生非，好像很斜杠，有没有？对，斜杠很多，邪恶的邪。我老是因为应该工作是都改编嘛，所以其实你老改编的呛年有谈过一件事情是媒体的禁用权，所以对记录来讲，其实像 Rita 还是新竹人，可是东门市场可能因为还没去过改编，东上分，所以其实，在市场里面，如果有进去的人，他会知道这里很好玩，有一个样子。不过还蛮来过，已经是地改编有买东西，还有像爱讲的东因起到新竹是东摸哈盖烟俗，好像觉得比较没有跟客家庄有这么有关联，所以应该是起头想会做一下客家的田头的节目。到西冲地北读，这样我们的客家就进去了。哦，有关性就改客家节目。不只要新竹的客家，我们可以邀请全部的客家歌手一起来新竹这个市场来上电台节目。我们把电台就放在里面，然后是 open studio，所以来的人他可以直接就看到里面，比方讲 any 像根本的 any 肉羊啊，个 any 系做田头的节目，所以来那边搞了，已经是做对款多 any 做的节目，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把这个声音播到街上，让大家能够听到，然后甚至我们会做一些节目去介绍这个市场的社造跟历史背景，这样。刚很难有一种行动剧场了。对啊，就是也还在高呢，大概预计年底我们会在那边把它建立起来。所以离下该台会变做呛烟改青创基地了。我们那条街现在都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在那边搞事情。哇，很神奇！跟目前做音乐专辑有发嘞，有做你的创意基地，有做行动剧场，有做天台哦。谈来应该动魔汉哦。动魔汉啊，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对我来说就是挑战跟学习。我其实有一件事情是我觉得我自己很骄傲的，就是我今天跟别人讲说我有一个 idea 是长这样。可能东音起头，黄子轩，你讲那个天方夜谭，不可能。像我一开始要做这个剧的时候，也是很多人跟我说，你要搞定警察，你要搞定这边的店家，你要搞定这边的民众，然后你要搞定很多什么事情，你要处理这些不可能。但是我就很喜欢去挑战这个不可能的事情，而且我觉得
当你做完以后，你再回顾这些事情的时候，哇，这个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所以动物行动力。哎呀，你下做动作事情是系可能没动作很爱提100做的，不过是爱起到啊，对爱家乡来讲啊 ，any more 的东西，或者是我们需要被彰显的事情，比方说东门市场。其实它是过去大家都一直觉得新竹市是一个扶老人很多的城市，可是对我来说是客家人引申起来了。我在坐电梯的时候碰到2个，一家阿婆一家阿公，我就都在讲哈boy哦，然后他一看到我就说：“少年的立马来起听哦。”我就会觉得切换频道，对，然后我就会直接用客家话问他说：“你哪个音啊？”他说：“你行音哦。”他就很亲切，所以我觉得越是这样的地方，我觉得越有值得去探索。有汉那懂。忙本人发过的事情。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或者是我觉得回乡的青年，这是一个很好。有意义的事情，祝福哈。那像时间的关系哈，时间一下子过去了哈。那种最尾同大家宣传一下，因为係講呢一擺音樂會冇買到票哈，很想來談到新歌，還有隻方法，客家電視台有新嘅戲劇《4分之3》上市了。對，還有這個，錯，你係你啦，阿慶老師同埋合作嘅，錯嗎？我們這次合作算是大家都說是我的突破了，因為我很不會唱情歌，我這個人不太浪漫。唱情歌是唱嘞，對啊，那是一個情歌。要唱大家來看戲，是做得談到新的歌曲了哈。當然，歡迎大家持續的關注黃子軒與三平快，祝福你音樂會咪順利辛苦，新專輯咪順利辛苦。希望 Rita， 希望你的觀眾朋友，希望所有朋友今日來收看福氣來咧，邀請大家下大家聽你先生來做圓通了，希望大家長來了。